我俾自日亮5.2爬咗500條奶茶店差評，唔係隨便500條，係平台上播放量最高嘅差評視頻下面嘅評論。我本來以為最多人罵嘅係難音，結果唔係，真正搞死奶茶店嘅係3件你估唔到嘅事。第一條唔係難音，係等太耐。500條差評入面，180條喺度罵等太耐。我跑咗數據，差評入面出現頻率最高嘅詞唔係味道，係 Q、靚、bad 等。一杯奶茶俾客人企20分鐘，佢下次唔嚟啦，而且佢會同10個朋友講唔好嚟。你杯茶再好飲，都冇人會為咗一杯奶茶犧牲午休時間。第二條唔係太貴，係感覺被騙。90條差評喺度罵杯細過想像中，加料加到悶烈果半杯係冰。第三條亦都係最致命嘅，唔係產品問題，係態度差。120條差評喺度罵店運態度。我查咗數據，因為態度差俾1星嘅客人，有85%之後都唔會再嚟。味道唔好可以調，等太耐可以加人，但係一個人俾你店運反咗個白眼，佢唔止自己唔嚟，佢仲會拍片鬧你。呢3條係我俾 AI 跑咗500條差評之後發現嘅。味道唔好，只排在第4，你估中咗嗎？